我哋今日講下一個話題咧，叫做辭退個工人，辭退工人姐姐。如果真係要辭退個工人姐姐咧，最好揾翻自己個 agent 去協助啦。咁如果有啲僱主話我唔需要，我中意自己搞掂。咁如果真係自己搞嘅咧，咁就要清清楚楚搞好晒。因為咧有試過啲姐姐翻到去菲律賓 POEA 嘅部門嗰度控告個僱主嘅。咁所以如果你炒工人嘅時候咧，必須要處理好晒所有嘅文件。第一定要有個終止合約通知書啦，終止合約通知書要姐姐簽名嘅。咁同埋呢個receipt 個 receipt 裏面咧註明晒你邊時邊日嘅薪金俾咗佢啦，有冇爭佢大價啦，幾多大價要計好，同埋嗰個機票要買俾佢回程嘅機票，同埋嗰個100蚊去機場嘅交通費。咁有啲僱主如果係即炒，我唔俾通知㗎啦，我要即刻離開，咁就要俾埋嗰1個月代通知金嘅。咁個 receipt 嗰度咧計好晒條總數之後咧，就要姐姐簽名嘅。咁姐姐簽收嘅時候咧，最好就影 video 或者影相留底。咁當姐姐數錢嘅時候咧，最好就係影低啲 video 咧，就問佢明唔明白呢條數係乜嘢，總共係幾多錢咁佢要清楚明白。咁嗱呢啲咧就係保障翻自己僱主嘅證據嚟嘅。因為有啲姐姐咧翻到去菲律賓咧，如果你哋乜嘢都冇做，咁又冇做整齊嘅話咧，姐姐就會有啲姐姐會翻去菲律賓告咧，就係告個僱主無理解僱嘅。我試過知道有一個 case 咧，就係個僱主炒個工人嘅時候，冇做終止合約通知書，亦都冇去即炒，亦都冇賠1個月代通知金。卒之個姐姐翻咗去咧，就告個僱主嗱，因為合約係24個月嘅2年，咁當時個姐姐係做咗5個月，就俾個僱主叫佢離開，但係乜嘢手續都冇做好。跟住個 case 咧，個僱主菲律賓 agency 同個僱主佢哋輸咗咯。個 case 咧，個僱主要賠19個月嗰個薪金俾個姐姐嘅。所以咧，如果你哋真係要炒姐姐咧，就最好一定要記住有終止合約通知書啦，有交收最尾嘅薪金同埋機票啊，100蚊去機場啊，呢啲全部最好有錄影video 錄低佢姐姐數錢嘅時候錄低佢咁同埋張機票都要留底。就算姐姐離開咗冇喺你屋企做咧，你最好將嗰啲資料咧都保存住先，免得因為姐姐有權喺5年之內都可以去控告個僱主嘅，可以追訴期可以係5年之內，所以你最好都係留底啦OK